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来呢个节目。哇，今晡日也是让人心情非常嘅好，因为呢看到老朋友啊，记得咧个世代哈有非常嘅发牌，大家等下做咧看一下，记得系咩？对节目地图啦按发牌，系马上咧系终于过了5年，出了记得新专是个春眠乐吹分享。大家我係春眠我吹唱歌嘅阿 Q， 今日當聽做得嚟，大家聽下來分享，然後嘅清醒嘅客家山調。耶！我是永生妹杨慧萱，我演奏单簧管。单簧管。耶！我是吉他手叶条，我是吉他手叶超。安斯文哦。我是大音单簧管哥哥，我吹低音单簧管。耶！就是春眠乐队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乐团哦，更有气质的乐团。可是我刚是不是有点好像综艺了？而且因为太久没看到春眠乐队，因为太有气质的乐团，红海凤文一都有在刚才在开场的时候都有点卡词，对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拍谁呢？哈，对，就是纯面高吹低呀，有一个气场，他们4个坐在一起，这个用眼睛这样看你一个时间，你就会说。就是引用你就会按永影哈，就是访问音乐人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就会按永影，因为感觉上好像他们内在不知道在想嘛个东西，然后又很会音乐，又技术又很好，按你个干不高哈，所以今天干掐了都鸦片，恭喜你们5年磨一剑出新专辑了，出新专辑嘞！而且刚刚巧巧的介绍的时候是拿了一本很厚的字典，动碰改10点有没有？我还以为这个新专辑是跟这个，对，不过是真的有关系。等一下，第二用办公的时间就翻一下。翻书，哇，你看真的很有诚意。好，来先讲一下这次的新专辑，200个新专辑跟爬山有关系，谁来分享一下？跟爬山有关。應該係講，因為第一張專輯到大地杯就一首同重要嘅歌，就很多揭山。錯，係啊，嗰樣時嘅專輯咪係描述一個就像我安尼無家無啥嘅人，唔知未來點樣未啊，就成功半夜嘅時節就睡唔好，啊就自己出來行行撈撈啊，去到當到冇是去過嘅地方，最尾。經驗就視察行到苗栗火焰山哦，按那個故事呢，其實咪全部都啲其實就經做音樂、經寫、經討論，就變成按那個劇本。故所就知道可能啲人生嘅冇相同嘅角度地背，做得來用。很下淺嘅阿哥越來越像我們自己嘅用嘅方法，將來就聽呢種專輯，鼓手就東西有4件，還沒跟我清後，那真的很完整哎。你們有要補充？我剛剛是卷出來的耶。真嘅講清後，因為我做對第巧巧嘅心情，因為他剛剛講到，比如說某干某山啊，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對不對？一個人沒想到走着走着就到了火焰山，你知道爬山嘅高場，也係下山嘅高場，嘅風景都冇共用，用嘅高場低度你唔低。你心關度的自我反芻呀，然後感受，然後總言之醞釀出了這一次的專輯，所以你們今天的衣服是不是也是跟自然很有關係？當然啊，是不是？一大地設計。我也是很認真的，我找到有鹿的衣服來穿。你是山女神？這個情緒價值太滿了，排山。好，共同鴉片，其實這個是一個以山為主題，後面還有很多時間可以來分享。不過共同鴉片其實可以成就這一張專輯，大家都會成就這張專輯。還有同這個名製作人有沒有蕭賀碩老師 Q 他按鈕他走，也是因為在一個演出上面跟他一起，對不對？是受到 TIFA 的邀請，錯嗎？沒錯，就是其實 TIFA 的話，大概是3、4年前我們就有接受到邀請啦。那時候剛好我們已經有寫一些新歌了，然後也在醞釀說新專輯的部分要開始要怎麼製作的時候，那剛好碰到 TIFA 這個台灣國際藝術節的邀請，然後我們就想說我們在做專輯之前，然後請蕭賀碩老師跟我們一起在這個製作裡面先呈現一部分，還有偷演。導演對，還有導演，導演是徐彥霖老師。
耶！耶，燕玲，对哦，他真的很棒，因为剧场女伶对金钟影后的那种哇，对，所以算是一个蛮实验性的啦，就是把剧场元素跟我们的音乐合作在一起。那今年在制作这张专辑，就把这个原本在剧场里面做的东西再更收敛，然后再把它更具象化在我们的专辑里面。对，哇哦，哎，可是那时候还不确定那张专辑的制作人会是萧老师，对不对？这张专辑那时候还不确定，已经那时候就是确定了，就是有扣题，有扣题，对，阿 Q，莫干莫这个主唱好可爱，说哎，刚才那个对有扣题，哦有扣题，所以后来就一起，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完整张专辑，但是后来再跟萧老师一起讨论，然后再完成了这全部，对吧？因为中间后续还有陆续写一些新歌啦，在剃发之后。那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好好讲一下跟萧鹤硕老师合作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该特别值得鼓励或是要爆料的事情？不在脚本里面。好，没有没关系。有啦，狗狗，因为有很多可以说。狗狗，就小硕很逼我们。就是会让我们把我们的潜力可以激发出来，然后那个激发出来的感觉，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也会觉得有需要这么激发吗？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有经验，然后大家都很有才华，所以我们其实随便挥洒就不错。这个好可爱。可是小周老师就会觉得。不对哦，就是这样子一直帮我们调整，所以即使我们已经这么有经验了，我们也是就突然又变回很认真面对音乐，然后好感人这句话，讨论这些专辑的东西该怎么弄，而不是只是很舒服的凭着自己的经验，对，所以这个就是我相信，其实不是说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是说任何经验，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艺术家、音乐人跟制作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真的是相爱相杀，唇齿相依。对，是真的，那个是真的。唇齿相依是很棒，但相爱相杀，我比较的意思。还是唇亡齿寒，投这个一票，都可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很棒，然后也很谢谢萧鹤硕老师。但老师，你有感觉吗？就是走过来之后，其实很多作品也都是很多痛苦堆叠所成就出来的。对，如果把它定义成痛苦的一个小小的沟场，你现在再回过来看，应该也是觉得哇，因为这样的相爱相杀，所以这个作品更不一样，对吧？对吗？我觉得给我们很多，吓死我了！这个我说对吧呢？对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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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猛！给我们很多的空间去思考。就是老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空间，对或不对都可以存在着。搞不好萧老师压力也很大，想说遇到书面乐队，应该了，应该。该来讲一下，那个专辑名称叫《下回上去哈菲松希》，这个题目。哈菲松希，就是想的就是说，如果直接这样看这4个字，就觉得那我们下次上去，对。可是其实那个上下去跟回，其实它好像在阿巧的爬山经验里面，其实它是蛮就是很快速，然后他会，比方他已经在山上很冷啦，或者是很辛苦，然后他会讯息我们说比方传一个图来给我们看，然后拍一段影片让我们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可是我们可能下个礼拜才见面，他已经回来了，所以好像你不是才在山上吗？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对啊，可是我还是好想念山上。所以我觉得那个在山上，在城市里面上山下山，我觉得他其实在台湾其实是快速切换，明白。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在都市的时候，你会希望想象你还在山上，有时候你在山上，你会觉得我好想家。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来一回都是很有趣的一种，就是一种体验，然后让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人生活在台湾这座岛屿上，我们其实跟大自然我们是非常亲密的。然后在每次造访大自然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省思，所以就用了这个下回上去这个专辑名称。
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在台湾这个岛屿或是在像台北这个城市，就是去爬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当然阿 Q 也还可以给山，黑轻有难度给山啦。空海意思一个，泰卡就会视察一下就对上山呢，你不会觉得好像我们要规划1个月才能够上山，按有给杠钩。我想，那当然就在过程当中，就是1个人爬或2友爬，在这个山林里面，当然就会有欣赏公的心思嘛，对不对？哎，老乡亲朋友讲吼，两种专辑，记得手上拿的都是这次专辑的这个封面，因为录影的时候还没，可是播出的时候就以为希望看电视给谁，泰嘎就已经有那个谁我漏给专辑，讲一下这个封面设计。这个设计是我们从我们的 EP 啊到我们第一张专辑的，算是我们特殊。专属的设计师李佩慈老师，对，那他今年也非常厉害的入围了葛莱美奖的最佳装帧设计嘛，对，跟阿乔的另外一个乐团一虎一起，今年有去美国参加这个很盛大的典礼，台湾之光，台湾之光，台湾之光，那这个概念上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这张专辑的意念很像啊，像上面就是会有一些像岩石的纹路啊，对，然后这个色彩跟这个土地啊跟山接近这样子，对，好舒服，我必须要说很舒服，对，哦，用心朋友还没谈起都讲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我该感觉，还有嘛个故事，还有谈嘛个歌曲，你先聊下，等下再再来讲。哇，好听，653公尺，真的就是爬253公尺，对不对？对啊，就因为細細個時間啊，有老合唱團去過一擺太武山，金門，嘿啊，第嗰種嘅時節，高中嘅時節啦，就去天一擺，去發圖。啊，咪去老的安尼，啊，第3擺應該就第2-3年前，啊，因為我嘅阿妹佢咪參加合唱團，佢又去金門唱歌嘅，啊，我就想，安尼啊，拄好我條擺喺啲新竹嘅時節有一個就金門在地青年，佢就講，佢有時間，啊，就同我啊條就向下從後背嘅路場豎起叫起安尼就。冇留台安尼，去用另外一種同艱苦嘅心情來感受那片土地，啊，就知道當好啊，因為就想到會不會看到嘅麥浪啊，還有高粱田，安尼嘅風景啊，景色嘅風光，就
非常非常巧爱，是这个时间去历史博物馆看到係瑶族跟民法，就像係高根化的那个麦田啊，还是说一些名诗。欧洲的感觉，因為我冇去過金門嘅太湖山，去過金門，唔過我冇去碣山咧。我說哈尼白聽錯而已。我真經唔知誒，真我剛剛第一次聽，你們知道可以看到狗兩田，我不知道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董眼啊，顏色就真的跟台灣嘅色完全，你會知道誒，我哋台灣哦，有冇呢？哦 ，OK， 夢境。哈哈，故說轉來就按我個臨港，就下亞樹。跟行就跟知道手要抓好，不然跌下去就再見。然後回去我有幸回去，我一定要寫一首屬於他的歌。講實在話，因為你6樣之前有冇，我就想講阿 Q 要分享去碣山嘅事情，我就問這個大家講有去下碣山過冇？西沙去下碣山冇？沒有。你們真的很可愛耶，他們就有幾個嘅山條。但你們有爬過山吶？當然。所以你們等於是4個人分開，可是你們卻可以有這樣的共鳴，對不對？就像那個條派有藝術動有名嘅分開旅行啊。就有不同視角啦。那你覺得獨旅這件事情怎麼樣？透支離行那件事情，你可以接受嗎？當然啊。很可以。其實之前董家大家禮拜有去山拜。伊係很多乜嘅軍艦岩啊、丹鳳山嗰片，然後去睇伊行撈撈3、4點鐘安尼。其實阿 Q 有青島嘅故事做啲分享哈，因為每次訪問都是訪問春面樂隊，不然其實我覺得獨旅呀、碣山對我來講，其實是學會跟自己相處。如果有盤嘅時間，你就會知道13年嘅力量。做得變做4倍、5倍以上，哇，好棒！不過我本來是想要等一下才要進入到他那個厚厚的字典，有沒有哈？可是我現在就想要先進入一下，因為講題目，因為一個口詞真的很頂人講，你知道嗎？有日頭徛家，這個。不要講它，連我都覺得很難。你要不要來講一下？你要給客家發現賣意思啊？你是怎樣找到？然後那本字典的存在？你今天比較像是客語教學小老師，有嗎？1、2、3、4就前筆嘅按你底杯就做得有。我剛剛沒有先把它弄好，冇相關啦。它這個底面用底杯呢，使用喺蒙點咩做得，請假嘅時間1秒鐘就做得清到。你條客家嘅意思就係來。你們真的很可愛。對，做到，這就是你。怎麼沒有念完？全部念完了，全部啊，太難了。日頭徛家，對，就是日暈，就當天空中這個冰晶組成的這個有沒有雲圍繞在太陽周圍的時候所產生的這個彩色的光斑、光弧或光，很美。所以講，對，所以你就把它放到歌詞裡面。不過要應用一下真言青南姑頌，你就特別又讀了這聖經做啲暗講，錯冇？因為我唱歌嘅時間就會知道，迄種上愛講嘅話，聽到嘅時間就會變做有一些 rap 的感覺。就條派給你，做得用按細嘅字，就做得描述按完整嘅。應該這種感覺，跟念詩一樣。你知道，它就是這樣的字，但它可以描述這麼多這樣子的一個感覺。對，所以我覺得有意思，都神奇，真嘅神奇，真嘅啊！我真嘅安尼想辛苦誒，傻唔傻？可是我係支持阿 Q 嘅，就係按樣嘢。我說簡白都冇，那個睇下嘅客家話有進步嘛？叫6個記6篇主人客人的時候進步，真嘅就樣。唔過好，我再話，除了這首253。就是用853公差之外，其實要轉系地都青島後堂嘅歌曲。接着我要特別來介紹一首，其實是在美濃，對不對？南部的那個民謠半山友。哦，我聽了很不一樣。大家分享一下，從各個方面詞啊、電
很电，很电，对，很电，我感谢路比费托先生。哦，係啊，你有冇人會潛記啊？係因為頭擺人係到底啲嘅歌嘅有留佢合作嘛？对，我们在2049那一部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有跟这个路比费多老师合作过。那时候就有种下说以后很想要跟他一起合作一首歌。那也蛮多年，1多年哎，因为2049是好几年前，至少4、5年前了。差不多。那我们这首歌其实我们成团的时候没多久，我们就已经有做过重新改编过了啦。那时候编的想法比较是把它编成3部曲的感觉，有点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故事的脚本，就是前面是先比较浓情的恋爱，然后中间就是开始发现对方是世仇的家族，然后最后面是悲剧嘛，一开始是这样的想法，所以这首歌有3段的层次。那后来经过路比老师又重新改编，加了这个电音的元素，让这个歌也变得更有一点摇滚的风味。很喜欢。那阿乔也对，那阿乔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重新再写了一次歌词，因为就因应这个新的编曲这样子。对，未來嘅神神應該咧係應該聽做會，然後睇住啊，叫我向數笨蛋就應該受以散人嘅用嘅。真的，睇住啊，人人嘅祝福。因为泰卡都迪春面其实这个不是春面之前的风格，你们明白？对，孤瘦就像今天大家就会讲它电电的，它真的很电，可是我觉得很好听，因为我发现在前面还是可以听到阿 Q 用他清唱的方式去哼那个原来的那个小调，对，民谣小调，然后到了后面的时候就整个不一样了。係，知道喺行下強做嘅感受，就唱係安樣嚟講嘅就。人嘅神啊，喺台灣啊，你做的像素都有馬來西亞到西伯利亞這樣子不同，很低的，然後到高海拔的整個北半球的風情，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奇異的狀態，整個生態在台灣這個島的山林裡面，就好像濃縮在這首歌裡面。你從很輕鬆的，然後到很高昂的，到很激情的、很抖用型的年夢。因為基本上都壓哈，我們其實只介紹2首。其實你們整張專輯是不是每一首，我就說你們是不是每一首都風格都有刻意的蠻不一樣的？雙岸的夢好像沒有很刻意，沒有很刻意，對。可是每一首歌的那個故事還有情緒都是我們慢慢累積來的，然後做的時候我們很自然的也覺得不要都把歌寫得一樣，因為我們想要讓大家的感覺很真實，或者是很當代的感覺，就是也有古老的，也有現代的，有開心有難過的，然後也有釋懷的，也有祝福的這種感覺。聽高高老師講話好療癒哦，怎麼有一種療癒嘅感覺？所以我們這張專輯是我們是療癒系樂團，森林療癒樂團，有祝福的。我們這個來源是來自於森林系畢業的高材生，給我們這樣子的靈感。學霸，我不要笑這個。好可愛。走對，好，那大家個來講，其實有咁多精彩嘅故事內容，大家聊下，你等下怎麼講？今日繞牆道出面，我除咗到條邊咧，稍微記得5年過後出嘅新專輯，下回上去，下回上去哦，這個主題係撈鐵扇，撈扇哪有關係？所以看記得基本嘅表現真的很療癒系哈，而且今天我也覺得你們這次特別不一樣哎，是因為太久沒見嗎？我覺得你們
有一些改变呢。成熟了，长大了，长大了，一边都很好。那真给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我觉得害我今天有点小小的压力。不过不惯用哎，还是要进行快问快答，就是他们很紧张。可是我讲实话。用葱给我，我要没有 OK。我讲实话，其实他们这个题目真的很友善，很亲友善。因为之前有的来宾给的题目会是这样，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像什么动物，就是这种很难，而且要快点答。他们说啊，我像什么动物？他们就我像，然后他们就很紧张，他们就会说，给的就会轻点怎么老鹰，好类似这样。然后我就表演，对，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然后他说，我觉得我为什么是老鹰？就我看到这题目，这还好吧？这个就是要让他们自己。很友善的内讧的题目啊，就这样。好，第一题，请问彩排的时候最容易，你看这迟到是谁？玛莎最容易迟到。没有悬念呢，他很快速。好，下一题。迟到多久？不一定看状况，不好说了。应该很好吧？只是手上会拿很多食物啊。古说记迟到，因为去买东西。我老太去他买啊。哦，好可爱哟！等一下，好的，请你们大家选出你们自己心目中吃豆团员迪路最有幽默感的成员。黑玛莎最有幽默感的成员是谁？完蛋，好难哦！天哪，你们4个都没有幽默感吗？不会吧？应该吧？应该狗狗啦。没有，好我内讧。好，你们讲一下为什么是高高老师？为什么？我们两个就像相声，他们两个会唱双簧，他们两个会一搭一唱，对，而且是无止境的，就会一直，然后就你们在抱怨吗？有笑料，没有，就是会热络，赞美，会让那个他们喜欢的行都见不腻，就因为你两啥女生跟男生这么幽默。高高低低这样。OK， 所以你们两个在就是任何聚会或者什么，你们两个会比较是唱双簧的。是 mood maker。OK。真的有我觉得有。OK。哎，吃豆有有给杠杠，你看他两个，而且高高还说，有，好可爱，好。第3题，谁常常在练团的时候骂傻爹？练团的时也常常提出突发奇想的点子。我也觉得是他，我没吃到黑吉，来吗？他的创意，对，我也觉得你们在常常排练的时候，一定他突然会，我吃到给一定是常说，我觉得这样，他是不是常？他会突然拿出食物开始吃，对，然后我们还在，还有在演奏，还有跳呢。等一下停，他有没有说先等一下？没有，所以你们可能还在那边这样，你就听到一个阿姨的塑胶袋这样，灵感嘛，可是你那时候老师你可能还在这样，对，我们都还在，然后他说你们先继续啊，音乐的一部分，你还可以真给他拿给发，我们说，你们先继续啊，你那时候是肚子饿是不是？请灵感找灵感，请灵感，大众是不底波有属于他自然的灵感。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呢，好像电影情节有没有？而且搞不好这个还在那边，有没有很？不会，我们都不理他。音乐旁边有在吃面包啊，有个广告。好，黑讲泰卡走在 Q 哈去 keep 山 ，OK， 谁最有可能在山上喊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否认，老师绝对不可能。老师刚好感到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老师，那不然你讲迄因为俺吃到几两啥个面皮喊下泡，几个Q 个时间藕包，不是藕包，还几就他们两个类点条个葱量喊下葱啊，性感度有啊。就很累，绝不讲。没吃到没爱麻烦配上咬紧牙根，咬紧牙就很累，但绝对不讲出来。难讲啊，是不是黑不黑？难讲，不确定，我们等下拍一下。好可爱，好，然后再来，黑公你们可以邀请周队邀请一 V 嘅影工影腔哈，跟你们一起爬山 K 山，你们想邀请谁？等一下，俺没影工影，可是我觉得很荣幸。等一下，我爱你。你邀请我。你要上干嘛？
那么想不到啊一起爬山哦。当然是小硕吧。对哦，是想弄他是不是？真想黑黑嘛。那你觉得？我想说，哎，你们真的是才华洋溢的一群人，我以为你们。哦，子轩我刚才也有想到你们可能会讲他，为什么？为什么？你还刚才没想到，走买白白鸡，他应该会后面一直讲话，就会是最幽默的那一位，等我啊，负责主持。喂，俺妹爱我，俺妹有爱我给感觉，真的。哎，你们真的是才华洋溢的一群人。今天从高高老师讲说，我们也是很有经验呐，我们也是很会玩音乐，那个制作人还要那样。然后他刚才的心情，因为我一般黑狗爱放我们个音乐人，他们就说啊，我们要邀请我们心中的偶像谁谁谁 Q 他，就他们刚说我不知道邀请谁。他们刚才就讲你该他也黑呀，萧贺硕嘛。那一个就说，对，那一个说。那子轩好像也可以，他比较好笑，还是？你们不觉得你们刚，你们懂我心情吗？一般来讲，黑公逢们引公引给谁？他们说哈，如果可以，我要邀请比如张惠妹，好类似这样，有没有？就当然不可，完全可以。但是张惠妹跟萧贺硕，我还是要选萧贺硕。你看，感觉亚军会春面有没有？好，最后一题，突然很冷静有没有？最后一题，这是我自己加的第6题。好，来，如果你们可以形容自己是什么动物，你是什么动物？看刚刚有先泄题哈，我形容我冲要冲猛叉，猛餐那猛个，叉就他几个看到都会讲，就不会本意。他还不真的是什么？我翻了4点。你会找猛餐是那个蟑螂，蟑螂，你们讲猛。猛叉哦，离他远一点。他说他希望大家看到他会怕。古松，你看你刚刚真的猛餐，对猛因为好特别哦。我不是说我像，我是说我希希望。望，你看这是不一样答案。我希望狗吧，狗，我就是狗人啊。哦，你想要我就是狗人。当狗，我们的题目变成当狗。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很开心，还是自己像狗狗，就是这样。喊他抬，好特别。我很喜欢问这个题目，因为你会知道那个人很内，因为第一都动性情感很深层的内在。我就当猪吧。一个青面乐队的老师，老猪。哎，你们都误会猪很他很聪明，矮迪，他是有蹄动物里面最聪明又爱干净的，很棒啊，而且粉红色，不错，粉红猪，好可爱啊！高高，好烂哦，我答案很无聊哎，是猫。没有我也是。为什么？你够黑卖眼影，很爱猫啊。对，就因因为为我觉得很 elegant。对我懂。OK， 矮迪矮了解，因为那种猫很优雅，你知道，因为猫很优雅，然后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做自己，然后很任性，然后很 elegant，刚刚是不是这样？蟑螂也是很任性，黑猫，锦溪黑安优咪，哇，好特别！你看我就是很喜欢被它吃掉哎。你说练团的时候突然把食物拿出来这件事？不是，我是说蟑螂被真的，狗也会啊，好可爱。好啦，来最后1分钟，请宣传一下这张专辑哪里买，而且啥哈了一个实体活动。啥了11月9號係咪8號8號同9號有好友感節年，好友感節是伫迄華山藝術園區啊，順便我吹飛人生嘅第一擺唱粵語歌曲啊，唔是前嘅發通啊，唔是前以後嘅咩，同希望大家去火氣音樂嘅名錄地杯，然後呀到嘅今後嘅哈菲松迄個作品。赶快下架，哈！赶快下订购是吗？买起来，抽！而且那时候泰嘎前面有说到播出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实体可以买了，我觉得太棒了。所以还没有什么一句话一定要没有听就不行？没有听不行，一起来听吧。还是姜阿糖，好有气质。好，让所有的乡亲朋友吼，哇！俩种嘅专辑5年长出，非常嘅冇强，而且都听出来一堂出面我吹嘅音乐，保证应该心灵为充实又冇强嘅感觉吼。所以谢谢你们今晡日来，感谢。
嘿，希望透过今日节目很好了解，记得3年后咧，绕墙所有嘅朋友向下咧做人同了。绕墙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嘅民宿琴宅，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琴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